仲有咩問題？嗱，咁啊，佔中三子嗰度提出會發動第二波運動，搞唔搞得到咧？搞長沙唔得，佢有咩公信力呢班人？唔值得一提啦，啲垃圾嚟嘅。嗯。屌你特區政府無能啊嘛，點會俾佢招搖過市㗎班友？你俾英國人時代，大家諗下個後果點樣？第一個問題。嗱，咁啊，報道就話咧，搞本土自主嘅人咧，會自己搞個政黨喎，咁啊點睇？咪祝佢好運咯！自由社會佢唔違反法律佢都搞得。呢一樣嘢咧，要令到俾人睇到香港咧係有一個中央政府咧係會借呢啲事件咧，係俾人睇到個胸襟啊，個氣度。等於我哋去台灣走去世新大學，直資5星期，一樣啫嘛，係嘛？而家你喺度直資龍獅旗，咁台灣仲唔敏感過你？仲敏感啦！喺台灣大學入邊咁撚多人喺度，大家睇到相片㗎，係咪啊？有食5星期，我仲食埋支澳門旗添。啊，邊個食支香港旗？啊，跟住兩邊啊食國民黨旗，集體相你睇到㗎嘛？我哋上一次都拎咗出嚟俾大家睇啦。自由空氣在台灣啊嘛！如果你嗰個政黨講一句口號，做一啲小動作，咁佢黐線唔得㗎，佢真係搞本土嗰班人，我哋 search 翻嚟喎。如果有幾個真係精神唔撚正常嘅喎，係睇診咗精神病喎，停學喎，大佬。我哋睇佢嘅眼神咧，我都可以判佢症真係有多少嗰啲思覺失調症。我有資格評價嘅，我係心理諮詢師嚟嘅，大家公開話俾大家聽，我有牌嘅，我係正式嘅職業嘅心理諮詢師，有呢個資格去批判呢個人心理行為係正唔正常，係唔撚正常㗎嘛。正常嘅人咧，佢唔會戇鳩鳩拿支龍獅旗亂揈㗎嘛，佢會有個社會責任嘅。我揈完嗰陣間人，雖然我言論係自由，但你有個常識，你知道咧，中央政府係最避忌呢啲嘢。你亦都有個常識咧，如果揈完咧，我可以幫咗香港班左共咧有藉口咧去打報告，邀功啊嘛。我梗係唔撚會揈啦，我點會益你咧？啱唔啱啊？佢連呢個咁common sense嘅嘢都冇評估嘅能力，咁咪即係縮撚咗咯。咁你中央政府你冇評估咧，如果你縮撚咗嘅人都信佢真嘅，咁你咪低 B 咯，你個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仲喺度推波助瀾，話有人講獨，咁你咪其心不良啦，你個居心又喺度。借呢個事件咧就係自己得益，因為你冇正職啊嘛，梁振英。冇正職，行出街俾人鬧到撲街，教個女都教唔撚掂，啊！同人做生意啊，屌你有咩台底錢收，全無誠信，佢咪唯有搞撚亂過香港啲咁嘅嘢。正話嗰篇文章寫得好㗎，佢借呢啲事件搞撚亂佢咧，佢開牙喺度做嘢。啊！而家仲政府咧有啲人咧仲讚佢話佢大時日子之前咧堅定立場。佢攞一毛鬆撚晒，仲可以搏連任㗎嘛？佢懵撚到上腦㗎嘛？而家中央政府我哋睇嘅情況咧係假子食黃連出唔撚到聲。唔通有人話中央政府話得啦，我文匯報咧，你聽日寫篇文章啦。喂，我哋中央政府冇所謂啊，特首有啲人揈龍獅旗啦，佢哋而家講獨立得啦，冇個黨官咁講呢啲嘢㗎嘛。變撚咗佢屌佢幫手咁講都死㗎嘛！政治喺共產黨度好撚敏感嘅而家，因為一個畸形嘅社會呢樣嘢，中國喺目前嚟講都仲係。中國社會仲係畸形社會嚟㗎，佢畸形社會佢先搞咧，佢當亞視出嚟㗎嘛。死啦！點解大陸政府唔打救佢？你俾第二個任何做生意咧都唔會搞到佢咁㗎嘛。人哋佢一上場，你王晶大陸拋落嚟啊！佢老母有冇納過稅咧？啲身家嗱，你中紀委嗰度查㗎。啊，王晶話佢20億咯，又投資啦。咁佢嗰啲錢揾咗20億有冇納撚過稅先？係咪可以公開先？俾第二個做生意咧就唔會停緊晒喺節目㗎嘛。
人哋有4、5點收視㗎嘛，有啲節目佢停緊晒，拱堆嘢上去1點都冇嘅，搞喺度咁撚樣啊嘛，係咪啊？重播有重播，係咪啊？有搞。好啦，跟住你封小平以前嗰啲搞入嚟咧，全身居身不撚良。每年搞啲亞姐選舉，選得完咧就叫人陪哥食飯，陪哥食飯。屌你老味，你明唔明啊？屌你去做雞咩嚟㗎？你介紹啲你咁樣講藝人嚟㗎嘛，藝術家嚟㗎，講句唔好聽。你點會搞檔嘢？點解叫人走嚟選美選得完美咧？要應酬嗰啲廣告嗰客戶咧？咁同做雞有乜撚嘢分別啊？俾人出賣呢個尊嚴啊！佢自己出邊搞出賣色相咧，你控制唔到，但係你公司唔可以搞嘅。跟住仲撚仆街喺乞衣兜揦飯，即係東莞整檔嗰啲咁嘅中心培訓中心，啊，叫人報名選亞姐整成，又話同你影相，又同你化妝，又教你乜教你咪收一筆錢。屌你有啲自撚殺埋添，屌你咩咪共產黨畸形社會咯。佢畸形社會先諗呢啲咁嘅生意出嚟做。唔係諗正途啊嘛！因為黃晶之流大陸拍落嚟之流，幾個都係㗎。你劉長樂嗰啲行埋共產黨拍落嚟㗎嘛，封小平嗰啲，你搞乜撚嘢啫？究竟係嘛？馬撚魚炸印度電影啊，點解長期播啊都大撚把收視率㗎？係咪啊？啱唔啱先？包你收視率㗎，搞緊埋比賽就嗰個學生係咪啊？所以嗰啲啦，你哋睇到佢哋行埋唔撚正途，佢唔正途到點解係畸形嘅，所以佢做乜嘢都死嘅。畸形到咧，我哋講男人話包小三啦，係啊，屌你大陸啊嗰啲女官啊，包小四仲撚巴閉啊，包啲男仔啊，女官係啊，好撚亂龍㗎，搞撚到。好啊！另外咧，佢啱喎，男女平等。佢包咗小三咧，陣風亦點解會搞到啲靚妹嚟參加亞姐啊，參加啲咩成啲大陸妹？佢國內嘅風氣好撚曳㗎嘛！我哋香港以前少貧不少娼，十里洋場啊，秦淮風月啊，個撚個都風流嘅係冇錯嘅，但佢1對1㗎嘛。佢啲八婆咧，嗰點1對幾十㗎嘛，國內。點解呢件嘢好過踢波交嚟交去，個撚個都冚嘅？屌你哋共產黨啲官啊，滾都滾得衰撚過㗎嘛，冇人格㗎，你知唔知啊？好撚冇人格㗎！我哋試過喺香港，而家講係10年前有多啦，有個國內都做生意嚟香港請我去，就嗰啲大陸妹佢哋開嗰啲級啊，係多數啲大陸妹嚟。佢係完全冇撚晒原始嘅訓練到，嗰啲共產黨思想，為咗揾兩個錢，點解點你喺張台上跳衣舞㗎嘛？成班馬都圍緊住。後尾我話我朋友，喂，屌呢啲人唔搞得㗎，我出嚟撈咧都要保持個專業，你唔可以侮辱人。呢啲係好撚賤格嘅所謂。喂，點解佢同馬恩國啲冇撚分別喎？呢啲女人？馬恩國就係趨炎附勢，依附權貴，揾緊咗一官半職希望有得撈嘛。嗰啲出賣色相啊嘛，同你馬恩國有咩分別？但馬恩國啲仲撚賤格啊嘛，因為你知識分子，你唔係話無路可逃。佢大陸妹農村出嚟，佢真係無路可逃，我哋係同情兼諒解嘅。我哋係睇得到咧，係佢係無可奈何嘅生活啊嘛。離鄉別井，如果咧就你跳跳舞又陪人上房，賺到我錢翻寄俾細佬翻去鄉下，俾屋企啲細佬妹讀書又起屋啊！佢而家呢啲澳門睇到㗎，啲大陸妹，佢走去做1年半載，佢係失蹤㗎。佢揾筆錢翻去就起屋，做啲小生意㗎。佢又有理想㗎，即係佢自己條命唔好去接受啊嘛！屌你馬恩國啲唔撚係啊嘛，你蘇金龍啲唔撚係啊嘛，好人好姐。屌你冇真係做共產黨打手，係咪？屌你唔撚講真話啊嘛！呢啲係要屌你咩？連祖宗個神標牌定咩啦？啱唔啱先？以我哋嘅價值觀，道亦有道啊嘛！你開埋共產黨，我哋都埋共產黨份。大家睇嗰個翻去有幾何啲人話可以同共產黨坐喺度開會，真係
講工作咧？屌你要教佢做好人先得㗎，佢做唔撚做一件事，你都有個社會嘅良心啊！睇嗰個國家，佢係領導國家前進嘅。屌佢哋做撚錯就撲街啊嘛，好多人陪葬啊嘛。屌你毛澤東諗撚錯嘢咪撲街咯！屌你死幾撚多人啊！三反五反土改反右係嘛？加撚埋8大革命死過億人㗎大佬，每劑死幾千萬。又係靠一個人鄧小平一拍板力挽狂瀾。喂屌咧！我哋個國家個制度咁撚畸形嘅，嗰10幾億人口咧，就係一個人嗰個思想一念之間會死咁撚多人㗎嘛。我哋好撚驚，仲喺度搞撚錯嘢㗎嘛。老實講真係唔撚關我事，我哋一把年紀啦。屌你我要離開香港隨時都嚟得啦，大撚把條件嚟得啱啱先。但點解你要搞咧？你一個民族都信撚咗咁撚多年啦，近呢百幾年俾人恰。而家你共產黨佢有一個優勝嘅地位，就佢個龐大嘅組織。佢呢個組織如果集中做好事咧，建設性嘅話咧，國家係有利嘅。啱唔啱？事實嚟㗎嘛，係咪啊？如果你邊一個國家能夠嗰30幾年一個改革開放可以整體國家反天覆地咧？呢個係佢哋嘅力量嚟。但呢種力量咧，如果你唔擺喺正面咧，係好危險㗎，好危險㗎。一念之間一錯都要死嘅。等於我哋928，有人準備開槍㗎嘛，我哋收嘅情報，一念之間咋，香港點樣埋尾咧？開緊完槍埋到尾嘅咩？啱唔啱？開緊完槍，係嘛？係咪埋到尾咧？當晚嗰個佔中運動。但你睇到你係9樓㗎嘛？呢個搞得到咁撚耐嘅啫，我都話。一開水炮車，就算你用架嗰啲水車啊，話明肥鹹水啊，都走撚晒啦。跟住撳個掣，收唔撚到，上唔到網，收唔撚到電話，跟住開個貝多芬音樂，嘈到夜晚瞓唔撚着覺嘅，屌你打丟走啦，啱嘛？啲保安線咪9樓咯。哇！我哋諗到，點解你諗唔到咧？係咪你成個行政會諗唔撚到咧？係咪特登有人諗唔撚到咧？我哋點解咁撚勞撚氣咧？就我哋普通市民都諗到噶嘛，呢啲招數係咪？你諗唔撚到，不如我做保安司好撚過啦，千幾萬個月不如我做行政會好撚過啦，我特首好撚過啦，搞到70幾日，啲人做唔撚到生意，嘈喧巴閉，係咪先？好撚簡單啫嘛！你學下蘇聯 Sir 開貝多芬音樂，屌你耳都唔撚埋，震撚到，係嘛？跟住一撳個干擾器，全部上唔撚到網 ，WhatsApp 唔到，電話收唔撚到，坐到替死人，跟住又肥鹹水，屌你成撚濕個電話又鋪街冇受報，又瞓唔到，全通道佔領區都係鹹水，啱唔啱啊？點解你唔做咧？所以我哋好撚懷疑。懷疑咧就係有內鬼，係有人特登唔撚做，我哋有懷疑㗎。等於以前嗰個入境事務處有人放火啫嘛，即報即解冇事㗎。我自己個兄弟係負責即報即解嘅，當年嘅英國人統治。我屌突然間收撚到個柯打話唔撚解，咁佢冇得出聲㗎，要柯打。但邊個叫呢個人落呢個柯打咧？佢唔知啊。總之佢上頭老細叫佢冇撚停撚接咗，唔撚即報即解，咁咪搞到出事咯。所以係好撚吊詭嘅，我哋係好撚值得懷疑。究竟你中央政府係咪下邊仲有人勾結香港呢啲人作怪搞事攞維穩費咧？又值得懷疑喎。咁你咁撚多搞陰謀論啊嘛，又話你又勾結外國勢力，又勾結乜，又搞港獨，而家我又搞呢啲陰謀論俾你啦。作為市民，嗱我哋可以懷緊疑嚟中央政府下邊嗰啲單位有啲組織，或者有啲情治機構勾撚結咗香港有責任，搞撚亂個局面，你喺度攞維穩費，係咪啊？一撚樣啫嘛。點解唔做咧？我哋諗到㗎嘛呢啲招數，開撚嗰啲音響。開個干擾器，方圓200公尺收唔撚到電話上唔撚到網嘅嗰個佔中嗰個集中點，跟住屌話撚明倒鹹水，
走緊晒啦，點解唔肯做咧？要搞到咁撚耐咧，搞到要機會係要特登拖佢去開槍，係有值得懷疑嘅。所以大家啲年青人咧，你要睇世界咧，要好冷靜落去。清楚啲。第二個問題。嗱咁大陸嗰邊打貪腐搞到人人都唔掂嘅，究竟點樣埋尾先埋得到咧？冇個乾淨嘅喎，打極都仲有喎。佢哋而家係好困難嘅，因為我哋計翻歷史咧，唔係講誰是誰非。由江澤民上場之後開始一路醖釀到呢啲咁嘅累積，但亦都係好正常嘅一個國家發展。點解咧？人窮得耐啊嘛！哇！突然間咁多人翻嚟投資，話個個請佢食飯，你共產黨做衰係香港人教嘅，係台灣人教嘅。佢識咁撚多金融技巧咩？識咁多專櫃桶走私漏稅嘅技巧咩？你翻去教佢喎，大佬，係咪啊？冇得怪嗰啲，啱嘛？佢學得完之後咧，就更上一層，將啲財大啲變咗鬥地主㗎啦嘛，好撚多花神㗎嘛，係咪啊？所以咪咁樣死咯。而家你要撥亂反正啊，係要好耐時間。但我哋一定都係堅持個特色嚟。你將啲錢交翻晒出嚟，逢官降幾級，再繼續下鄉，俾你機會改過。原本坐10年監嘅，改為1年坐1個月，其他時間都繼續服務社會。你個人嚟㗎嘛，你個女人係投懷送抱，屌你啦，係咪先？佢借你個權勢揾錢啊嘛。咁你又冇做好嗰個學校教育，禮義廉恥冇撚晒，吹緊到陣風翻嚟，香港嗰啲保皇黨政客個撚個又冇禮義廉恥，包括泛民都係。屌你乜台底收人錢，我就行出去話搞民主。民主黨批踎喺度20年唔撚退位，你老母成日叫人直選，你自己唔撚直選民主黨嚇？你都冇以身作則啊嘛，大佬，做2任都算緊數啦。你真係做立法會議員，阻撚住個黨啲年輕人上位啦，劉慧卿之流，屌李卓人之流係咪啊？何俊仁之流，你踎得咁撚耐啫？如果你叫特首直選，你我哋自己唔直選，係咪啊？冇咗份立法會嘅成招。但係你所以要好清晰去睇個社會，你好清晰睇到社會，睇到啲人嗰啲嘴臉啊，係好撚老土。佢哋真係喺國家我哋睇嘅人咧，如果喺中國入邊有一班忠貞嘅黨員咧，係有正氣嘅。佢係思想左，但佢都有一個正氣。有咩工作咧喺個地方咧，佢當個任務嚟做好嘅。係比你啲香港政棍係強，呢個事實。第個問題。嗱咁啊，點有網友就問啦？點解咁多呢個大陸藝員做啲幹部嘅小三？佢唔做咩啊？點樣上位啊？好無奈嗰啲，好凄涼㗎，大媽。點解你物價咁貴？睇醫生點解又冇單位負責俾錢？咁咪唔出賣色相，出賣咩咧？同馬恩國都冇分別㗎嘛，我都話馬恩國出賣尊嚴、出賣靈魂啊嘛，佢係出賣個身體啫，佢冇出賣靈魂㗎嘛，嗰陣女人都值得原諒㗎。馬恩國啲直情係唔撚過值得原諒。你咪冇得撈嘛，做個巴做大律師啱啱先？你翻嚟做個巴，如果你做大律師，你埋共產黨埠，你要教共產黨做好人、做好事㗎嘛，大佬，你點解助紂為虐啫？我哋所以鄙視呢啲人就咁解啊嘛。嗱，中場休息一陣，但係唔使停嘅，講一講啫。咁今日嘅中場休息咧，就有我哋喺四川開會嘅座談會啦。咁啊，呢度擺翻啲節目上去，咁啊搞掂啦。咁啊繼續問問題，你加插翻中場休息嗰度。嗱咁啊，市政局咧個總裁譚小瑩唔撈落去啦，咁呢樣嘢點睇啊？咩事咧？究竟？權鬥咯。內鬥。呢個女人你都爭唔撚落㗎，係嘛？呢個政府係錯嚟嗰檔嘢。如果佢整檔嘢咧，又係個撚個招高薪，又搞嚟搞去，又出賣情報，又話俾人聽收片條街，有人同你嬲你㗎，佢哋知嘅，保唔撚到密嘅。佢其實冇撚易做嘅啫。你將嗰啲
60年以上嘅樓收撚到60成咧，就可以強制拍賣；50年、90年嘅樓咧收7成咧，你就可以強制拍賣。有地產商搞啦嘛，啱唔啱啊？係咪先？好啊！如果你話嗰啲40年樓，你收到8成半嘅到9成嘅，我又可以俾佢強制拍賣重建。咪快咯！邊度搞咁撚複雜啫？係咪啊？大家都有數噶嘛，個社場佢係拎出嚟公開強制拍賣噶嘛，佢唔會俾得低你噶嘛。佢梗唔撚係噶嘛，左搞右搞，左搞右搞，點解搞到又蝕本又剩？好快噶嘛，6成。有啲超過60年嘅，可以收夠6成啫，你就可以強制拍賣。你有啲超過70年嘅唔撚使嘅，屌有人申請就差你咁重建啦，費事講咁多嘢，投標重建。唔撚使收購，政府俾我打，即刻要重建，拎出嚟拍賣，大家照個40分錢，唔撚使你咁撚複雜喎，傾咩啫？屌你乜再學人到強勢政府強嘅都冇啦，有個問題，好嘢佢將啲佢哋好撚戇鳩㗎，喺香港大家都要小心啊！你哋睇到好多問題咧，佢將個簡單嘅嘢咧複雜化，將啲簡單嘅嘢咧複雜化。咁呢個社會咪冇效率咯？咁我想問，呢個防癌症發生要注意啲乜嘢咧？哇！好大題目喎，由細個開始要注意。由細？如果揸住嗱，大家上網睇嗰啲飲食啦，講起飲食都提一提大家，我臨到去4年前自己中招嘅，但係好新式嘅中招，無啦啦封咗個喉，咁我一諗係啦。我食咗台灣嘅鳳梨酥，未消化完咧，黐喺喉嗰度，跟住整幾件梳打餅照上佢。咁啊大鑊啊，黐實佢嗰啲糖漿嗰啲嘢，就啲梳打餅就封喉。第2朝開始咧有事，咁啊大家呢兩種嘢唔好撈埋。嗰鳳梨酥啊，嗰啲餡咧係甜噶嘛，又結噶嘛。黏性㗎嘛，哇！我整梳打餅照碎咗黐落，咁啊黐實個喉，咁出事。但係咧，如果防癌真係要自細嘅，但係你做到真係少咧，就真係都要花一筆錢嘅。第一，要真係空氣機改善啦，啲空氣環境，水要靚啦，因為而家你香港咧就好啲啦，香港啲水塘水咧就冇咁危險。如果你喺九龍區啊近新界嗰條咧，你真係你飲啲水咧真係要注意。但有一樣咧就個個都唔知嘅，你沖涼嘅水咧，最好你揾啲嘢點樣過濾到啲氯氣，因為氯氣都會引致生癌㗎嘛。你沖個熱水涼，嗰陣氯氣喺度，屌咧由個毛孔吸晒入去。佢癌症要5年以上先醖釀到出嚟嘅，一變咗異變咧已經係癌病啦。我仲有一樣咧，大家就當常識，千祈唔好用嗰啲沖涼液嚟沖涼喎。沖禮藥。撳下嗰啲，嗰啲防腐劑，嗰啲防腐劑咧，如果你沖下黐一身咧，你又係慢慢咧就係致癌嘅。你最好用番梘，佐力士番梘啊賣得啦細佬嚇。我話如果你用咧，如果你用有一種牌子我唔記得啦，而家我冇用佢嘅，因為我用印度番梘，如果有機番梘，但係喺文華酒店用嗰隻就黃啲女王嘅黃色嘅番梘，所以壓貨得起咪買啲靚嘅番梘咯，佢冇防腐劑。但我哋嗰啲沖涼液咧，佢會有防腐劑。因為擺到耐啊嘛，咁你個防腐劑洗喺皮膚度，或者你沖得唔清，佢擺喺度，咁咪有吸收嘅。咁啊，其他啲大家上網睇啦，包括飲食嗰啲，但水最緊要，水最緊要。所以小朋友啲 BB 仔，你哋真係小心沖涼，唔好俾佢用嗰啲沖涼液，用番梘。同埋咧，如果嗰啲喺九龍新界區住咧，就想辦法買個好嘅過濾器，濾一濾嗰個水龍頭。燒咗啲氯氣，睇有咩？但要揀個對症嘅。但我屋企咧就有一個瑞士嘅夾落去嗰種，
即係將個水質改變咗，我就夾到個水龍頭，即係水喉個喉管嗰度。但我冇叫人買，但空氣又緊要啦，因為我哋空氣好多污染啊啲病菌啊，佢慢慢積聚咁啊，癌細胞唔一瞓醒覺又唔同傷風感冒中招就嚟。咁你問到咧，可以俾啲常識法啊。第一個問題。咁啊，移民火星計劃係咪個局嚟㗎？我睇過資料荷蘭搞出嚟嘅，咁你話係咪局啊？佢話明有去冇回喎，你應承嚇，咁啊收好少錢嘅，唔知收10零蚊美金登記嘅，你都話收咗成100萬美金，最多人中招係大陸，佢諗住冇所謂，我俾10零蚊登記啊，咁啊整張紙翻嚟同人吹水講下嗱，我睇移民火星，我呢兩幾啊，食咗再俾佢做。嗰度有間公司啊，得1個人嘅啫。喺個住宅區嚟嘅，揾唔到啊！嗰條友做，每日揾多錢有卡人差事，咁啊炒嚟，炒百幾萬咁啊係啊，美金喎，好生你喎，咁你情我願喎，你旺裝嘅喎，係咪先？第個問題。嗱咁啊時事啊，有個女主播燒炭身亡。哇！呢單嘢真係神奇啊！呢間今日報會賣報紙。咩事啊？咪話工作壓力。我唔知。佢唔識減壓力啊，同埋而家做時事嗰啲咧，內部啲壓力咧，如果有啲年輕人咧，譬如話你做新聞或者做財經新聞嘅，喂，嗰隻股票唔撚得嘅喎，唔知你老細整張紙落嚟要你唱好。你為咗揾飯食，人工唔係好高嘅，佢做嗰啲傳媒。好啊，或者你做新聞，明知個社會咁樣，你又要我咁樣播法。你嗰啲積壓咧，如果一個讀大學生咧，有呢啲咁社會咁唔公平嘅狀態，佢又冇好朋友疏導最慘。如果睇《天羅地網》冇事啊，有聽我哋節目冇事啊，有人同佢鬧我啲咁鬼慘嘅，佢都燒咗毒氣。真係有人話瞓得着嘅，聽完我節目瞓得着就咁解。佢冇啊嘛，嗱大家啲網友啊掟多俾啲同學啊，因為個社會真係好多壓力，因為佢睇到咁唔公義啊或者咁唔正義嘅嘢咧，佢如果稍為有良知嘅大學生咧，佢過唔到關。因為佢哋而家佢哋讀大學咧冇去訓練你嘅心靈嗰個課程啊，佢冇受過正式嘅訓練，所以咧係。即係覺得個世界咁灰暗嘅，自己前途又睇唔到，一下諗唔通就係，但係即係值得真係都唔知無言以對啦，係咪？好眉好貌我哋睇喺有線新聞，有冇問題㗎？問題問晒啦。咁啊，下個禮拜繼續，今個禮拜咧就係咁多先，嗰啲良友啊，同埋嗰啲下個禮拜先至講啊，因為我有啲工作要翻去處理。咁啊，邊個陣間同我交下中場休息喺度，俾啲人可以睇。咁同埋咧就唔好連接等佢唔使調咗節，佢中意睇咪睇咯。我歌唱組我搞翻最後，就交翻我段喺港市嘅座談會一段小嘅講話。歡迎大家投稿啦，嗰個。大家買本習近平嘅用典睇啊，有興趣就睇埋嗰本嗰個南韓的20年啦，講習近平先有本值得睇嘅，即係嗰個宣揚共產黨嘅正氣。如果你有正氣，有可以治天下㗎啦，邊使搞咁複雜啦？好，下個禮拜見。